重要一点，就是说它接了台八以后，台八跟我们的国一、国三啊有接哈，所以变成未来哈3条横向这个纵向的道路哈，彼此得到一个连结哈。那我们看台南的这个路网哈，北边就是台八市有到这个西滨，那这一条就变成国八哈，然后接到我们的这个郑文溪桥，也是到西滨哈，它是对于整个我们七股跟安南哈的这个观光的发展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桥因为它跨过郑文溪，再往南就是台江国家公园，所以它在环保生态上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哈，包括它的肉墩，包括刚才我们局长报告的它的造型的设计哈，因为这里整个台南的这个海边，这里是包括候鸟哈、水鸟啊的构境，那另外就是我们黑面琵鹭的这个栖息地哈，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花了非常多力气哈，我们也可以想象。未来这座桥在整个郑文溪的这个出海口，所以它势必是一个安全景观的一个大桥哈。我觉得它除了在安南跟七股的这个整个的观光的发展以外，对台南市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哈。无这条路的情景下，算交通较无方便。咱若假使要对安平过，你来个对国姓桥走去安民路。哦，走你这个汽车大众路车，靠活动去探过到安平，啊，所以这条若通了，直接过，探过咱土城，探过咱到咱安平，哦，这条要探过到咱安平，未来会咱地方带来繁荣，啊，佮带来大发展安尼，啊，完才有生意的，这个生意有大家有钱赚安尼，哦，这是阮做地方基层的一种上要看的这个愿望安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2005年到现在17年，所以地方也盼了很久，但是很多公共工程都是要一棒接一棒，一步接一步，赶快台61线赶快连下来，不仅是对地方一个重要的事情，也对台61线的整体路网的形成也很重要。因此呢，我们都很谢谢我们关系各位里长各位议员各位立委，大家都非常关心，千呼万唤始出来。那现在我们的新建经费现在到96亿，终于能够这个成功的开始要动工了。谢谢王部长能够最后拍板定案，也谢谢各位会当这个划时代对咱台南市的交通，对台61线的整个的贯通，南北的流通足重要的，会台61线。闸门溪桥会当这个动工，刷来过闸门溪了后，进入安南区，伊的路线大家嘛足关心，希望接下来一直继续做，一直到高雄安尼南高之间，以及南部地区的这个路线就会更完整。另外是各位欢迎看1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特别过年真侪企业拢在赶工，相对嘛提高职业灾害风险，所以市府就讲叫对去年12月17就开始启动为期6礼拜春安加强检查。市长委贴嘛特别前往中营更提倡关心，会长强调这场零灾害目标，就是要让大家平安和过年。就要过年咯，各个工厂因做夜顶工程赶工，临时性以及动态性作业增加，职业灾害风险相对提高。为了守护劳工的安全，台南市劳工局于去年开始启动为期6周的加强检查。这一段时间已经检视了100多场的场次，一共有25件跟治安全卫生有落差的，我们有开以裁罚的部分，共裁罚25件，一个裁罚比较高的10万，它是高架作业没有做相关护栏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一样都是会没有做高架作业，没有做防漏啦，这样跌倒的相关的安全措施的部分。事实上
不是为着才华而去做检查，我们真正是要落实职场上的安全。市长恩惠体特别前往位伫新营工业区的中仁钢铁公司视察。中仁钢铁公司曾经发生过重大资灾事件，伫董事长林更理的带领之下，积极改善劳工作业环境，是目前上好的示范。董事长伫现场赠送代表平安的平安兔给市长，市长也肯定因的降灾成效。在这个赶工的过程中，我们特别的强调这个安全职场安全的工作，也谢谢我们长荣钢铁以及我们新营厂协的一个配合帮忙请谢谢你们的帮忙，因为唯有这个劳工能够在职场工作环境中安全的工作，那公司生产力才会提高，避免公安意外的发生。根据劳工局统计，劳保职灾给付人数为112年的2764个人，伫111年降低到1662个人，下降6%，得到劳动部的肯定。局长王新基表示，会持续呼吁各个单位做好劳工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并组成顾问团，积极办理座谈会来宣导，期盼劳资双方共同努力，预防职灾发生。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过去伫古牌餐厅食过海陆大餐，除了牛肉、明虾等海产以外，现在伫台南阁有2大石板的顶级鱼排通好选择，除了是全台首创，而且在地渔业甲餐厅的结合，嘛是分级分线无同通路的做法，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由台港渔林甲英红用草药益生菌来养殖的2大石板，已经是政府认证的优质鱼产。现在结合嘉西第3代到第6代青龙，经受30公顷的有机鱼温。不过，这样优质的鱼产，日前却受到无友善的市场禁止出口。为了自救，所以养殖业者甲牛排餐厅合作，推出全台湾第一间供应2大石板的排餐餐厅。希望开创在地鱼产的通路，达到处处食石板。希望除了说班班有石斑以外，未来也是处处有石斑，然后跟现在排餐的业者一起来合作，开发这种龙胆石斑材、海陆双拼这样一个很有创意的，而且它又做到没有明火，又可以解除这个公安的疑虑，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创举。然后也把我们现在已经是养2代、养3代，甚至6代都出来，希望把台湾的在地的产业重新活化，重新再出发。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让它在台湾的民生用品当中很容易的出现？所以我只是很单纯的这样初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我们郭姐联络，然后她刚好有这样的制作后置的完整的东西，我就把它上去。然后至于说商机呢，我没有想的非常的很商机的事情，就是想要把这好的东西把它呈现。为了协助艰难的产业有出路，议员蔡立青的媒合，嘛希望带动在地经济成功的模式，和台南的民众先有靠好。但是因为我们找赤牛道来合作，就是我们希望带动整个安南区在地商家的经济，透过我们物品、我们渔业的升级，来跟我们在地商家做一个结合。那我们希望除了是我们这个食材的升级、渔业的升级，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带动整个安南区在地商家经济的发展。市长委托为了见证在地渔业甲牛排餐厅联手的成功，伫农业局长的陪同，嘛亲自到场整鱼排到推广。虽然挂嘴暗，赶快当闻到石板的香气，让更较侪人感受台南优质的鱼产。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知道有这个好东西，龙胆石斑。但是呢，政府的补助过去了以后，然后小朋友就知道，龙胆石斑好好吃，就跟爸妈讲，我要去吃龙胆石斑，去吃龙胆石斑。接下来就会来我们赤牛道来这个牛排，来吃海陆大餐，我们的龙胆石斑加牛排。2大石板加上3人牛排海陆大餐，拢是顶级的食材，原价988块。不过新的一档业者拍出只要688块的特价，而且4人同行，1人免费来促销，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农历15元宵。
台南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为了欢乐寒假期间，弱势家庭囡仔无营养午餐通食，议员林美燕持续号召这位爱心团体，对1月30号开始，连续11天，将提供19间学校288学童营养便当，而且有建设公司提供红包，借出抛砖引玉。为了欢乐寒假期间，弱势学生无营养午餐通食，由议员林美燕针对南区、安平区所号召发起的免费营养午餐资助计划，到今已经迈入第9天。今年议员同款因小甲侪爱心团体做伙，对1月30号开始，连续11天，将提供19间学校288学生营养便当。长期以来对这个一些弱势的协同就长期的关心了哈，一步一脚印，我们也看回想在第1年的时候，我们启动这个爱心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小朋友在寒假暑假的时候，不因为放假来影响他在成长的过程，因为寒假的时候营养午餐学校没有在供应了，没有在供应，他们必须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有时候父母不很忙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及时给他们就是供餐了哈。今年呢，预计在我们寒假的时候是有288位学童。那其实跟各位报告，其实后续可能还有一些，因为其实我们美业议员跟我们妇女联合会，我们女监事们姐妹们很疼惜一些哈，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在这个名册里面的，但是其实他们也是有需要这样子的服务。所以说这些的话，我们也是会把它列入关怀的一个项目里面，一个名额里面。那也希望能够照顾更多的人，这样子的爱心一直不断的持续的在进行。这样子的物质上涨波动，我刚刚看了这样的便当，真的好丰富哦。像一杯饮料跟一杯便当都等于是同质了，但是像这样子的便当真的非常的有价值、有营养。所以我呼吁，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广结更多的善心人士一起来参与这个舞台。为了感谢所有爱心团体伫寒暑假中提供营养午餐，协助照顾弱势家庭学童，教育局嘛到场颁发感谢状。9年来的点点滴滴，一定是看到了很多故事在里面，有一些是很感动人的。那有一些我们要这样子，要在社会里面要寻求让他们向上的力量。那负责任就是一个向上的力量，有一天他会有这个能力回馈社会。为互学生好过年，今年有一间开发建设公司嘛提供红包，增加一份温暖。对此议员依照过去经验嘛呼吁。营养午餐拢是一项爱心团体主管，所以希望所有学生爱伫第1天领便当、摕红包、嘛领餐券的时间内，前往4个指定地点来摕，听惜食物唔通浪费。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台南市体育局去年7月1号正式成立以后，虽然到今只有半冬，不过已经展现丰富的成果。局长表示，展望未来将全力办好122年全运会，加强体育比赛甲全民运动，同时嘛加强基层选手的培训甲照顾。成立半冬外的台南市体育局日前举办成果发表甲未来展望的记者会。现场邀请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国民运动中心的执行长，以及122年全国运动会筹备处各部会校长甲吉祥物虾皮共同来出席。一方面除了呈现过去的成果，另外局长嘛说明未来的发展目标甲愿景。到目前为止呢，全国运动会大概就是我们今年一个最大的重头戏。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办理3月份的古都马拉松，7月份的世界杯U12的少棒赛。那接着下去到9月份呢，就是有现代5项的国际比赛，铁人3项。另外呢，10月份办完了以后呢，我们接着又有这个曾文水库马拉松。
还有全国的中等学校的田径比赛，所以年度来讲呢，比赛是非常紧凑的，然后持续的，因为有办比赛才能提升我们台南市的竞技运动的水准。那在全民方面呢，除了我们持续在办理这个运动爱台湾的计划，落实它的整个计划的这个规划以外呢，我们在我们市区里边的运动场馆里边，我们的规划的这个在明年一定要确定10所这个运动中心。局长强调，台南过了16冬再度申办全国的运动会，是体育局今年上重要的工作目标，同时也是国内规模上大的综合性运动赛事。目前确定办理35种的运动比赛。预计超过12000名的选手会进来，相信比赛绝对是相当的精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师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招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英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
台南社区大学大江分校海北中共甲大江留幼的学校有数百位师生，经过一学期的共同创作，将伫1月15号举办大庙行乐见证200档的学习博览会，来展现因的学习成果。因为博览会当天拄好是送神日，嘛利用因的作品来写神。岁末年终，学期就要结束。台南社区大学大江分校的师生组织伫海尾调风宫，为因的学习成果发表来暖心。舞蹈班发表以中心社天为主题的新作品，并结合戏剧肚皮舞来呈现，同时感谢大德公的守护。劫后重生，感谢天地。那过去的先民啊，他们来这里开垦的时候，然后后来就遇到了那个海盗，然后之后就会有一些人祸跟瘟疫。乌面腊杯、走草鞋，桌顶呈现的拢是台江的特色。版画班甲陶家班的校员，将台江的生态融入伫作品当中，展现台江的美丽。在课程中，我会引导各位学员，就是说我们台江的一些地景的一些人文啊，或者是环境风景的一些艺术，作为他们一个创作主要的一个媒材。台南社区大学大江分校、海尾调风宫甲大江流行学校，将伫1月15号举办大庙行学学习博览会。除了展现100位师生的创作，同时以公民学习的力量，呼吁各界共同来参与大江见证200档。咱学习会当改变咱的生活，学习会当创造咱的未来。以公民学习学以致用，用咱的学习的力量来关心咱公共事务。创造一个更好、美好的未来，这就是咱大庙行乐保护环境、保护生命、弘扬大德公的精神。博览会当天，校园艺艺艺术创作、舞蹈表演、音乐演奏等动态、静态的课程来发表成果，同时表达师生迎接大江见证200档社天社地的祈愿精神。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因应民众采买年货需求，但市陆续都有灌村美食大街相当的热闹。这回为期3天，对13号开始，将伫南区健康路一段的中立树广场展开。14号的开幕，也有民俗舞蹈表演、美食观摩比赛、加现场写春联等等，相当热闹。欢迎民众踊跃到场观赏采买。农历春节将要来到。为了让民众重温过去贯村的回忆，甲过年的气氛，宜园林美院特别邀请主教社文化学会共同举办贯村文化美食的活动。对13号开始，将1连3天，伫健康路一段忠烈祠的广场来展开，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场体验贯村的文化甲美食。在我们水家社文化协会里面，在13、14、15这3天也即将在忠烈祠展开我们练一场的建村年货大街。那现场除了我们的建村美食之外，这是代表性的一些年货的代表性腊肉啦等等，这些一定有的，还有南北货这个糖果饼干，这一定有的。但是里面最重要，它有一场就是我们，因为有很多的建村美食已经失传了，甚至已经走进我们一家自家的厨房了哈。那所以这一次的协会长期以来扮演的就是文化的一个传承，所以这一次特别透过活动又邀请的第2代、第3代从爸爸妈妈的手上学到那个建村美食，所以现场有建村美食的一个就是比赛。那我们希望说，建村美食比赛之后，不要变成一个句号，我们必须要有点，就是未来我们请相关单位必须要能够来开课，因为你得奖了，表示你的手艺受到大家认同所以这个是在整个活动里面我们看到比较特殊的一点。这届活动除了邀集在地贯村美食店家，有东北功夫菜、小鸡炖蘑菇、正宗的川菜豆瓣鱼、回锅肉。以及河南面食、白饼等。另外14号的开幕式，也佮邀请贯村的第2、3代的主女举办各地美食的观摩比赛，以及描绘家张志强教授甲高龄94岁赖家仁老师现场来写春联，欢迎民众踊跃到场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月1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